2014年復售嘅新居屋近日就陸續交樓，不過有收樓嘅業主就投訴單位問題多多。係青衣青眾苑單位業主 KK 就相當頭痛啦。其實吸落去棘住啊，開唔到啊，頂住啊，甚至乎離譜到呢個窗咧係閂唔實嘅，成隻手指都攝到。有啲紙仔我收樓嘅時候已經係貼咗喺度。呢個寫住窗花頂住啦，同埋呢個寫住窗關不到咯。感覺就係好特別咯，有人知道有個問題，但係留翻喺度冇人處理。牆身嘅唔平啊，地下唔平，咁裝修嘅時候佢係要收翻你一個費用啊，即係鋪翻平啊，就過晒所有嘢，咁又係一筆人工，咁講緊都萬幾2萬蚊咧，就係做呢啲。至於大圍美柏苑呢個單位，業主林先生收樓之後，同樣發現新樓有問題。其實最主要都喺個窗同喺個門度啦，因為個窗本身見到唔知有啲花痕定裂痕啦，咁但係其實個窗收樓嗰時佢就同我講，我哋係唔可以換嘅。其實交咗張 form 噶啦，咁諗住叫佢幫手執樓嘅，咁但係發覺收翻嚟之後，其實都係同之前一樣都冇改善到咯。記者帶同香港專業驗樓學會會長詹濟南到兩個單位驗樓，雖然兩個單位經過執漏，不過仍然存在好多問題，包括天花板有沙眼、掃灰水唔平均、嚴重漏水、去水有問題。呢個單位咧就大約70分啦，咁因為佢冇大嘅 defect 響度啊，全部都係好 minor 嘅嘢啊，所以冇大分扣。嗱，啱啱驗完青眾苑呢個單位啦，咁就評分70-80分嘅，呢個較為好啲。咁亦都可能咧就業主早前咧就交咗 defect list 咧，就叫房協唔係房協係房委啦，係執翻好㗎。咁所以咧defect咧大幅減少嘅。而荃灣上翠苑都有類似嘅情況。我哋呢段時間咧收到唔少嘅投訴，咁主要嘅方面咧，包括係有一啲手工嘅問題啦，有啲就係可能工程上甩漏。房署發言人就話啦，一般嚟講，業主可以喺收鎖時當日起計7日之內，以及單位未開始裝修之前，將損壞情況報告表交翻俾屋苑辦事處跟進。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。